有新料有新料係。你有冇睇希臘佢最近調整咗一個政策，每日翻工嘅工時可以到13個鐘，希望可以令到勞動市場更加有彈性。翻工嘅8個鐘頭嘅上限咧係法律嘅上限，而唔係老闆嘅上限。呢個係咪已經係超過咗亞洲人嗰啲 standard？不過啲希臘咧啲政策咧，我一直都覺得係奇怪之餘咧，都好明顯顯示到點解佢哋之前有債務危機。政府可以破產都好犀利㗎啦，講真，即係講就話咩彈性，其實我話俾你聽就係、其實都係鳩噏嘅啫，佢都只不過係一個表面上好撚靚嘅藉口。咁啲工人都唔係戇鳩噶嘛，咁我而家要你哋做12個鐘，你唔做，大班人做，咁就撲街噶啦。最受苦一定係啲勞工噶啦，但係都只不過係搞咗一日大罷工啫喎，啲勞性都幾重。咁我咁樣睇咯，有一嘢 focus 啲好嘅嘢咯，我會覺得咧，其實咧，你作為一個歐洲國家咧，佢其實係非常之適合香港人去移民咯。理論上佢係貼錢打工嘅喎，即係亞視嚟嘅喎，佢係。所以依家係咪可以咁講咧？其實依家佢哋係正式通過咗現代奴隸制。嗱，咁你講得就好負面啊！每日翻工13個鐘，再加翻8個鐘頭嘅休息，咁即係你每日淨係得3個鐘頭自由時間。連埋食飯咯，係啦，你食埋飯之後，你仲有幾多時間可以過自己日子啊？你咁樣仲唔係現代奴隸制？好充實啊！同埋我覺得佢而家係幫緊歐洲咧去 promote 緊香港人獅子山精神咯。唔使好耐咧，佢應該咧可能就要即係吸納多啲勞工啦，因為本地人可能已經唔想做啦，或者已經做到死晒咧，空到好多位俾香港人去移民，咁我可以有機會做歐洲人。咁我哋送你過去先。我就唔使啦，唔該，我唔想做歐洲人啊。講少少 fun facts 啦，就係希臘依家嘅情況究竟有幾咁荒謬咧？就係上年6月嘅時候咧，就引入咗1個禮拜翻6日嘅工作制。原因咧就係因為各行各業咧都係人手不足嘅，咁所以佢哋嘅解決方案咧就係延長工作時間。除此之外，雖然佢哋有法定嘅工作時間，每個禮拜係40個鐘。但係僱主係可以要求員工咧每日進行最多2個鐘頭冇加班費嘅加班。哇！我就咁睇佢嗰個報道咧，佢歐盟平均時數咧1個禮拜都係做35.8啫，希臘咧佢個平均咧係39.8啊。最慘嘅就係咩咧？歐盟入邊佢哋嘅薪金標準係第15位，購買力係倒數第2，但係佢哋做到死狗咁樣。哇！我見到哇，勁慘喎！